这醉鬼，没钱还敢到我这来喝酒，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，这怪你喝过的酒，就当我施舍你了，快滚吧！落魄江湖再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10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姓名。哎呀，别以为瞒得了我，你们就是和叶红影同伙的反贼。啊，你说谁？叶红影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没听说过，不认识。认不认识，跟我回衙门就知道了。拿下！哎呀，来，不能这样，我正快给点。这位大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你们刚才说救谁的命？叶红影。啊。跟我走。别吓死我了。好了，这里应该是安全的。哎呀，大侠，你一听说英雄哥哥的名字就出手救我们，你一定是英雄哥哥的知己朋友了。我倒希望他是我的知己，一个最知己的对手。哎，我说，你刚才说，既然想和叶红影成为知己，那怎么还会成为对手呢？对了，你们刚才说叶红影受了重伤。对呀，我们买这8爪怪鱼就是给英雄哥哥当药，治好他的伤。那就赶紧吧，等他伤好了，我会去找他的。哎，大侠，那你得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等英雄哥哥醒了，我们好告诉他呀。长空无名。长空无名，这无名算是有名还是没名啊？兄弟，天冷，来喝一口，暖暖身子。啊！长空无名，我家主子想见你。既然知道我叫长空无名，就该知道，不是谁想见我就能见得着的。你太狂妄了！长空大侠真是好兴致啊！一个人在这冷风凛凛的街上陪乞丐喝酒。既然大侠有如此雅兴，何不到在下寒舍小酌2杯？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请我喝酒啊？啊？你到底是谁？大侠切莫误会了，在下绝无轻藐之意，只是想和大侠交个朋友。没这个必要。难道长空大侠宁愿与乞丐交朋友，也不愿与在下把酒言欢吗？起码乞丐不害人，可有些人难说啊。大侠莫非担心在下有害人之意？这可就是大侠你太多心了。这个东厂长工，你还敢如此傲慢无礼吗？原来你们是东厂的人，难怪你们能够找得到我。大侠说的没错，我们东厂想找的人，还从来没有找不到。而且在下非常清楚，大侠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，所以
有件事情想找大侠合作，可以吗？合作？不必了。可是，在下可是奉了9000岁之命，大侠轻易就被推脱了，恐怕不太好吧？9000岁，权倾当朝的9000岁魏忠贤魏大人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在下受9000岁之托，希望长空大侠明天能够在折剑山庄的煮酒论剑大会上，一举击败战天云。哼哼，公公真是煞费苦心呐。那就请你代劳向9000岁转达我的意思。长空无名，恕难从命。什么？你居然敢违抗9000岁的圣意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除了这个人，其他的人，我绝不轻易出手。长空无名，把话说清楚，你说的这个人是谁？真机营第1杀手叶恒影。落魄江湖再进行，楚妖纤细掌中轻，10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长空，这就是您要找的人。长空无名躲在这儿练剑，倒是挺会找地方。久闻长空大侠的醉剑独步江湖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练剑的时候最好靠得不要太近，我不想伤着畜生。长空大侠，太刻薄了吧？今天要不是为了满足大侠的心愿，我才不会冒这个险呢。有话直说，别在这里拐弯抹角。哼，那好，我就直说了吧。久闻长空大侠习武成痴，想找尽天下所有的高手分出高下。正好，我那儿就有个叫血刀的绝顶高手，我想，长空大侠一定非常有兴趣，会一会他吧。哼，这要搁在以前，我还真有点兴趣。我长空无名找遍天下高手比武，无非就是想知道失败的滋味。可我现在一切都想明白了，胜负不过是过眼浮云。我不想再找谁比武了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是什么让长空大侠如此转变？因为叶红影，是叶红影让我理解了侠者何意。叶红影，不错，我败在叶红影的剑下，败的是心服口服，是他让我看清了一切，也找回了自己。我们现在已经成了知己的朋友。你居然和叶红影成了朋友？岂止是朋友，是过命至交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更应该找血刀比武了。什么意思？实不相瞒，血刀奉了9000岁之命，要除掉叶红影。十分不幸的是，叶红影之前刚刚遭到暗算，身中剧毒，应该他的功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。如果这个时候血刀找到他，哼，叶红影只怕性命难保。真有此事？绝无虚言。叶红影现在何处？京城不大，应该很好找。什么？长空大侠，
如果你想保住叶红影的性命，那么你最好在血刀找到叶红影之前，先把它解决掉。血刀在哪儿？这个在下可以帮你找。明天5时，城西小树林，带他来找我。哼，好戏开场了。你喝酒吗？杀人之前，滴酒不沾。在杀人后呢？对酒狂歌。那从此以后，你就不用喝酒，也不用唱歌了。见过你，在折剑山庄我见过你，你是战天云的徒弟。战天云的那个徒弟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叫血刀。此人武功阴毒，看样子我还得认真对付。你想杀我，保住叶红影的狗命，真是痴心妄想，自不量力。能为知己者死，长空无名，死而无憾。江湖在迥行。老爷，你要我准备的都备齐了。啊，有劳夫人了。真没想到，皇上贵为一国之君，居然连宫里的东西也不敢随便吃。要不是我家老爷经常偷偷的往宫里送吃的，皇上啊，他早就饿死了。魏忠贤那狗贼，狼子也信，不得不提防他在皇上的饮食中下毒啊！待会儿你们二人打扮成随从的模样，随老夫一起进宫面圣。见到皇上，你们尽管说，把魏忠贤残害忠良的罪行一五一十的禀明清楚。孙伯伯，那你也带我一块儿去见皇上吧。任苑，别胡闹了，进宫可不是一件小事儿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再说你还是个小孩儿，听姐姐话，乖乖留在这里啊。可是，我要把坏蛋害死我爷爷的事和害死东林书院那么多人的事都
要告诉皇上。人愿，放心吧，人愿，我会把东林书院的事情禀明皇上的。哎呦，看。待会儿见了皇上，你真的会指证魏忠贤的种种罪行吗？我会的。可是，他是你义父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不会再做一个愚孝之人。无名，你认识他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我必须救他。不行，你听我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可是他还活着。小心！保护孙大人，快走！好，姑父，怎么？快！真没想到，这两个人居然考到一起去了，哈哈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这次我非把他们和魏忠贤挑起来，都敢逼死在我身上留下多道伤口。以你的资质，一定可以找到破解他招数的破绽。这穴道是谁？他是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吴秘书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又是我那个义父干的好事。放心吧，我会去替你报仇的。什么？你说叶红影居然还活着，而且还和那个老匹夫搅到了一起？是的，的确如此。而且这次刺杀孙伯瑜不成，都是叶红影从中作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叶红影三番两次跟本座作对？啊？难道他一点也不顾及往日跟本座的父子之情吗？9千岁，这孙伯瑜是当今皇上的殿前宠臣，而这叶红影知道的事情又太多。如果他们二人联手，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，恐怕……没有真凭实据，他就是到天王老子那儿告状，
奈何不了本座。啊，是啊，没有真凭实据，谁也奈何不了您。可是9000岁，行了，本座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吩咐下人备酒菜到我房间。遵命。说的没错，没有证据，就是天王老子也奈何不了你。不过，万一这真凭实据被人给拿出来了呢？你还能一手遮天吗？什么？又有人要害老爷，而且还是在大街上。一定是那魏忠贤派来的人。这个狗贼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，无法无天。姐姐，那英雄哥哥呢？英雄哥哥怎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啊？刚才太混乱了，我们走散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英雄哥哥会不会遇到危险？我现在就找他去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你去，太危险了。可是姑姑，说什么都没用。你是杨家唯一的血脉，我绝对不能让你有任何意外。青儿，咱们就在府里等等吧。红影武功高强，相信他一定会平安脱险的。同路人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从我见你们第一眼开始，我就认出你们来了。咱们在折剑山庄见过面，对吗？不会吧？我不认识你，我才第一次见你。对呀，什么山庄的，我们没去过，不知道。嗯。有没有认错？你们心里有数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究竟怎么进了这里，但我想我可以帮你们。你越说我们越糊涂了。唉，我就是怕你们两个糊涂，所以特意指点你们一下。在9000岁的府里面有个密室，密室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铁盒，铁盒里面有一份名册。真的有密室啊？密室在哪儿啊？那个密室里面机关重重，一般人是进不去的。如果硬闯，触动了机关，必死无疑。真的那么可怕？那当然，我们是同路人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，到9000岁的卧室里去偷龙袍和皇冠，可比去密室里偷铁盒要容易多了。我们两个真的不明白你想说什么呀？你把我所说的话告诉叶红影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相公，他是不是知道咱们俩要偷龙袍的事情啊？难道他真是同路中人？如果不是同路中人，他肯定不会放过咱们俩的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努力吧，我们先去卧室看看，跟不跟我？好，我先把你出去。啊？不是，我们俩一块儿。你们俩来的正好，都找你们半天了，去哪儿了？我们去柴房。柴房，怎么又是柴房？大白天的去柴房干什么？赶紧的，把这2壶酒啊送到9000岁房里头，记住了啊，好好伺候着。嘿嘿。哎，来，哎呀，这本座满上啊！本来是满的，你这给弄洒了。来，快9000岁，快点的。喝。满了。满的，快洒出来了都，快赶紧的，喝。满了。干。
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！哎呦我天哪，什么味儿？我拿真心待红颜，为什么换来的，却是他一次一次的背叛？这是要唱的啊？哭呢还是乐呢？哎呦，真是啊！我本将心照明月，岂知明月照沟渠呀！哎呦我天，这眼泪！9千岁，来，喝了就好了，快干了，我们等着你呢，快！哎，喝了就好。9千岁，俗话说得好，一醉解千愁。你多喝2杯，不就不愁了吗？对，喝醉就不愁了啊！好，说得好，一醉解千愁。对，来，快，喝，干呢！咦，怎么又不喝了？不想喝了。你不想喝不行啊，都倒上了，多好的酒，快喝呀！对，勇敢点。来，一会儿我捏着鼻子，你喝一口，啊？干了。喝。不喝。不是，你这逗我们玩呢？快喝呀！杯子太小了，我想换个大杯子呢。哎呀，大杯子就别换了，要不拿酒壶？哎，对，别拿杯子，这多痛快！来，拿着壶，来，9千岁，来，壶，来对准，坐，哎，来，是干。你陪我喝。我哪会喝酒啊？我不能喝酒。你不喝，我也不喝。行，那我陪你喝。9千岁，待会儿咱们这样啊，咱俩喝完以后啊，他再来个助兴的，胸口碎大石，绝对刺激啊！不醉不归。好，你先干，我随意。干，喝。我也喝。好，痛快，真痛快，哎，早点倒，我也不至于喝一壶酒啊。赶紧，拿钥匙。嘘，快。哎，这儿呢。9千岁。哎，行不了。无名兄，我叶红影对天立誓，一定要为你报仇，绝不能让你就这么走了。
子里。来人！这可是我师傅送我的信物。什么记性啊！自己藏的东西居然找不着，白费了半个时辰了。赶紧的，快点！行了，我肚子难受极了，我这一天拉多少遍了啊！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！哎呦，别提后边啊！行吗？怎么样？不行，我现在必须找个地方痛快。不行，咱们出去再痛快吧。不行，万一在天上痛快了，地下人受得了吗？哎呀，我求你了。那我给你找个地儿，走走走。快点，好了，站住！把那2个狗贼给我拿下，碎尸万段！红影，快走，我来断后。好。不就是那个铁手臂的怪物吗？真的是，大师兄，他的功夫可怪。他就是那个雪刀。对，雪刀。他就是雪刀。这个人的背影怎么那么熟悉啊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的背影你熟悉，这不奇怪。二师弟，江有伟。久违了，叶红影。我以为你断了一只手之后会明白一些道理，却没想到你不思悔改，投靠了魏忠贤，甘心情愿当他的杀人工具。你没有资格说我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个人应该是你的义父，你也替他杀了不少人吧？那是因为我当初是非不分，才被他利用。所以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，免得将来后悔莫及。就算我错，那也是被你逼的。二师弟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叶红影，闭嘴！你以为你还杀得了我吗？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江瑶北。对了，那个酒鬼长空无名的武功，应该不错吧？还不是一样死在我的手上！哼，想报仇吗？来啊！你们俩先走。受死！想找出我的破绽吗？告诉你，我没有破绽。二师弟，回头吧，别再逼我。